发了俄战争嘅拍，有美国嘅官员是表示讲，因为美军飞弹嘅库存剩无济咯，所以会暂时来停止提供乌克兰部分的防空飞弹甲其他嘅武器，这是互乌克兰是正烦恼。另外，最近波兰嘛要加强军备，要向南韩买180台 K2嘅战车，伫车里已经完成第2轮的出口谈判。任何因地交付武器的情形，敢若会鼓励侵略者继续战争甲恐怖攻击，毋是寻求和平。这是乌克兰外交部发出上新的警告。迄天，乌克兰南部的城市黑熊一间病院去互罗西亚攻击，有医护人员受伤。白宫侧翼表示，已经停止向乌克兰提供部分的武器。副新闻秘书凯利讲，安尼做是甲美国的利益放伫上头前的决定。一个驻基辅的美国外交官，车日受到邀请去外交部进行会谈。На робочих рівнях між Україною та Сполученими Штатами з'ясовують всі деталі по постачанню оборонної підтримки. 克里姆林宫对美国减少军火运送的消息是表示欢迎，对赶紧结束冲突有帮助。罗西亚乌克兰战争拍3年外，川普第2个任期开始了后，就无批准对乌克兰新的军援计划。真正美国提供的军事援助，是前总统拜登的时期答应的。乌克兰现此时上届需要用来拦截罗西亚无人机甲飞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最近这几天已经有开始较慢送到位。罗西亚从2022年2月发动全面入侵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几百亿美金的军事援助。地处川普政府内底有一寡人对美国军火库存伤少，感觉真烦恼。另外，乌克兰的情报显示，北韩按算7月或者是8月，会阁派差不多2万5至3万的士兵去罗西亚。另外一方面，罗西亚入侵乌克兰了后，附近的国家波兰前线的压力大大增加。进前南韩答应会当短期内交付几百台 K2 主战车予因，车日嘛完成第2轮出口的谈判。Umowa będzie dotyczyła 180 czołgów, 80 pojazdów towarzyszących. 波兰为着强化国防，启动大规模军备现代化的计划，强调快速部署、高机动性甲先进火力。南韩甲波兰按算会另外举行正式签约的仪式，两国政府高阶官员拢会出席。公视新闻吴文玲编译。